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到深圳前海 Hop 天地試嘅一間鰻魚店萬年。由福田口岸搭地鐵搭8個字到就可以到寶華站，喺 B2 出口出就可以見到前海 Hop 天地嘅啦。我喺美團嗰度點選一個2人餐258蚊，裏邊已經包咗啲牛肉啊，同埋8件鰻魚，同埋石頭鍋飯。正，所以好重牛肉味。跟住落嚟就係主角出場啦，啲鰻魚擺喺炭上高度燒，哇！淨係見到都想流口水。啲鰻魚燒好之後可以咁樣飲汁食，或者加紫菜食都好好食㗎。唔係咁樣試一試先可以。試下上鰻魚先。啲魚味好出啊，同埋咧脆脆地嘅個皮，正啊！套餐裏邊仲包一個石頭鍋飯，其實我哋2個人食啊，覺得已經好飽啦。我覺得加埋石頭鍋飯可以4個人食呢個餐，其實個石頭鍋飯都好好食啊，熱辣辣啊！鋪頭裏邊影到有2個幾得意嘅字句啊！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就係咁多啦，多謝收看，下次再見。